嗱，有呢兜嘢，見唔見到345？345，嚟坐低。佢自己嘅諗法出嚟啦，咁就以為合法夫妻可以好自然咁樣去攞翻呢450萬，唔怪之啊！琴日先喺度講緊你逼婚啦，河馬如果你唔同我結婚，咁就以後都唔好結婚啦，咁樣係嘛？想當日你咪咁樣同阿伯講嘅，咁係咪因為嗱，如果